后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是真激烈，表态要参选的立委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用起诉了后，再起是牵着妈妈到凤山的庙寺拜拜祈福，强调讲伊清白为民服务，拍出着亲情牌，要争取基层的支持。嘛要参选的立委赖瑞良甲柯志杰是咧无用地方的代志，面对着林岱华司法的风波是低调无评论。谢谢阿姨，多谢大家。家老母的手牵条条，民进党立委林岱华去凤山庙寺点香祈福。这个因老母自头到尾拢陪在伊身躯边，支持民众也拢出来甲因收听。就是讲半冬拢唔捌见过面，真正唔捌见过面。无惊蓝条条，林岱华因为卡到助理费案件红起诉，限制自首，真久无看到因老母，如今伫镜头前团圆。心内是不离啊操烦呐，所以我今仔的带我妈妈来，来甲天公祖拜拜。求平安，岱华伫咱乡亲甲我妈妈的见证之下，岱华清清白白、清清气气为民服务。无代志是这个风波，实在让我真的是很压抑，真的也是很不舍。广东时边爱立委赖瑞良也真无用。谢谢哦，谢谢。关心台南洪灾后关联状况，无一票白水被送去灾区。聚焦地方灾情，对林岱华代志无给做回应。希望协助灾民们加速整个灾后的一些消毒跟复原的一个工作。柯志杰是个焦点，放伫咧地方交通、前往交通要的会刊。针对林岱华案件，伊简单回应：祝福林妈妈身体可以健康平安。那至于司法的案件，我们也不便置评那尊重司法。林岱华正面迎战司法的危机，严格党内同事态度拢正保守。面对指控质量，民进党内初选，各人拍拼各人的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